Hello，我係 Ivan。過去成10年嘅越南房地產經驗當中有好多數據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嘅。今集睇下一啲真實嘅數據，睇下越南係咪真係有越南商機。今次呢個案例呢，係一位客人本身佢唔係同我買嘢嘅，佢喺另一個香港 agent 嗰度呢買咗一個物業，就喺越南河內紫橋郡嘅一個物業，個名呢叫 Charles Residence。佢2019年買入呢一個1.5房啊，1房半嘅物業嘅時候呢，作價只係大概100萬頭嘅啫。而喺剛剛2026年嘅5月份呢，佢就用大概挨近200萬嘅價錢呢就賣咗出去啦。當中仲收咗好幾年嘅租金添，包括埋疫情嘅時間。而喺呢個過程裏邊呢，我哋都成功幫客人申請到本地嘅樓契，即係拼 book。有拼 book 咧，賣出嘅價錢咧，通常都會靚仔少少嘅，同埋啲買家咧，亦都會更加爽手咁喺度出價，同埋希望快啲可以成交到嘅嘛。喺銷售過程裏邊咧，通常我哋都係一早已經揾到買家，按照佢嘅價格落取咗一個細訂，然後預咗一個日期，準備好晒賣方即係原有嘅 owner 所有嘅證明文件。過到嚟之後咧，其實只係用咗1個鐘頭嘅時間，我哋喺公證行上面簽約。然後買家就會全數喺網上銀行過數去俾賣方，即係我哋原有嘅香港 owner 啦。成件事個零鐘頭就搞掂。然後所有嘅款項呢，按照我哋合約嘅金額，仲可以通過本地或者一啲國際嘅銀行全數即時傳翻去香港嘅，非常之咁穩陣。我哋香港嘅業主啊，趁住買一層樓大概6、7年嘅時間。樓宇裏邊嘅保養咧，開始已經折舊啦，側邊啲牆啊都開始有啲甩皮嘅狀況。喺呢個時間用一個好價錢賣走咗，然後換翻資金翻嚟之後咧，就再積極睇有冇啲更加好嘅 project。想知道有冇啲更加好嘅新 project，記住留言私信俾我，同埋密切跟進越南商機呢個專業啦。想了解更多，即時聯絡我。